今日去咗個新開嘅撲克協會，地點位於長沙灣道寶源亞洲中心3樓040，陸續會有好多抵玩又 juicy 嘅比賽任君選擇。想揾果汁先生切磋嘅朋友，記得上嚟一節。事不宜遲，又嚟到我哋精彩嘅榨汁環節。唔好怪我玩 A7，鬼叫你有咁屁得。我哋喺 cut off 拎到 A7 shoot，面對 low jack 嘅 open， 我哋勢必係要 free back 佢，榨取少少嘅果汁。我哋 raise 到900，佢 call heads up，flop 447。呢位貌美又如花、聲甜又如媽嘅性感女 D 拿，成功為我哋爭取到一手 TPTK。我當然把握機會，C bet 1000去榨一榨 low jack 位嘅本土新奇士小香橙嘅半滴果汁。哇屌，真係講緊到斷氣。不過唔緊要，飲滴果汁潤一潤喉先。local 香橙哥 call 咗 turn 掉咗隻8，佢 check 咗，我都 check bet 控個靚詞先。River 有一隻4，可能佢知我頸渴啊，整咗口葫蘆俾我消暑解渴。我就梗係唔客氣啊，老閪都整個3/4價值下注俾佢嘆下。佢先一 call，然後我打開咗呢手咁 juicy 嘅葫蘆之後，就好順利咁剔咗呢個鋪。正所謂持家就必須要有道，打啤同 D 拿要有路，唔做肥魚，我要做 big big shark。打比賽記得過嚟 winning star。今集係咁先 ，peace out。